大家好，我係林律師 Anthony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有我一位朋友，女性嘅朋友嘅一個故事嘅。咁話說咧，我呢位女性嘅朋友咧，比起個男士咧係大10年多咗緊。而呢位男士咧，身形高大咧 ，model 身材啦，而且一位牙醫。而至於我呢位女士咧，佢個身形、樣子、外貌都標準，但係佢咧勝在咧，佢家境非常之富裕。咁但係咧，佢絕對係冇任何嘅公主病嘅。有陣時同男朋友一齊出街，同我哋一齊食飯，佢男朋友部車可能泊咗喺街邊嘅咪標位，一去到差唔多時間嘅時候，佢自己望望手錶，就會走去同我男朋友講：差唔多夠鐘㗎啦，你繼續同朋友傾偈先啦，我幫你入車錶啦。咁於是可能跑2-3條街去到個車位嗰度同我入車錶。咁呢位女士係絕對一個非常之稱職嘅一個女朋友嚟嘅。但係喺老土啲講句咧，其實我覺得咧，佢實在太重嘅男朋友。直至到有一次咧，我呢位女性嘅朋友咧去到日本咧旅遊1星期咧，咁當佢去完旅遊翻咗嚟香港之後嘅隔一天咧，就走嚟揾我。佢話佢翻到去男士嘅屋企嘅時候，喺煮飯嘅期間幫佢執屋。執屋嘅時候，發覺男士嘅家中咧係多咗有外套一件啦，褲一條，牛仔褲一條啦，同埋啲內衣褲。咁當其時佢哋話好清楚明顯覺得咧呢啲衣服唔係佢嘅。第一，我外套從來唔着粉紅色嘅外套，粉紅色唔係我嘅顏色。牛仔褲難聽啲講句，我穿上去，我連隻小腿都過唔到，好窄嘅，好細條，根本上應該唔係我嘅。內衣褲嘅我亦都冇嗰隻牌子嘅內衣褲。跟住即時問我男朋友，究竟啲衣服係邊個嘅？咁當其時佢只係耷低頭繼續食飯，冇理會過我。咁我即時同佢講，我話可能啲內衣褲係我同埋啲外套牛仔褲係我好耐以前買落嘅咧。唔緊要啦，可能我記錯咗啫。咁於是就當冇事發生過。我其實聽到我都有少少唔高興。咁何須要既然知道男朋友有呢樣嘢，咁點解仲要表現成咁樣呢？咁但係我呢位女士嘅朋友同我講，因為佢好深愛佢嘅男朋友，佢唔希望冇咗呢個男朋友。咁所以佢喺呢一個過程裏面，佢就算有啲咩事情都好，都非常之原諒佢。喺過咗去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我冇再同呢位女士聯絡。咁直至到最近咧，喺個幾月之前，我亦都撞翻呢位女士嘅朋友啦。我好開心，原來佢已經有認識咗個新嘅男朋友啦，同新嘅男朋友已經結埋婚，生埋小朋友。咁喺件事件中裏面咧，我覺得可能呢位女士咧，亦都要認真學習過啦，識得知道夫妻相處，知道原來係啲咩嘢。咁喺呢度，我亦都祝願呢位女士嘅朋友咧，同佢丈夫咧恩恩愛愛咧，永遠幸福快樂嘅。多謝咁多位。